從零到修成，怎麼創造？因為其實咧，嗰種內心嘅 faith，睇下 Jenny 背後嗰個版，whatever you ask in prayer，believe，誒，冇咗下面嗰句，believe that you already have it。我之前為什麼會用這麼多時間聽學生的分享呢？剛才分享的學生，他看我的 YouTube 的 video 的視頻，已經創造很多的成功。現在在我以前的大學裡面讀碩士，然後都讀研究生，所以呢，他準備讀博士，所以呢，我讓他繼續分享的時候，繼續分享的原因是因為，其實創造的一切最重要的一點是 Jenny 背後背景的這句話，也是在聖經裡面的。Whatever you ask in prayer，你祈禱要求得到什麼，相信你已經收到了，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，it will be yours，就會是你的啦。Whatever you ask in prayer，你祈禱嘅時候要乜嘢，相信你已經收到，就會屬於你。我頭先邀請有成功分享嘅同學先分享，係因為佢哋嘅成功係你最需要知道。好多國內文化咧，尤其是香港同學，大部分好有基督教或者佛教背景。國內嘅無神論令到大家咧覺得靠自己咧嘅一個嚴重意識嚟嘅，係要靠自己。剛才川告訴我，他學習了很多，看了很多視頻，我也相信，因為他本來是國內人，現在在澳大利亞做研究生，所以呢，他應該是國內國外的創造視頻都看很多，對不對，川？他覺得我說的一個概念是他沒聽過，但是幫助他成功創造了很多東西出來，所以我今天嗯一定要說這個概念，而且有上過大師班的同學啊，可能都要好好聽聽，因為我在大師班裡面是沒有說這個概念。我想講呢，大家如果你冇一個概念係你要嘅嘢已經得到咗咧，好辛苦。所有要求要財務自由，要一份完美工作嘅人都覺得，一諗到工作就覺得同外面打過死過，打死咁多人先至贏得到個，咁就真係好辛苦啊，係咪啊？有個更加嚴重嘅問題，國內有另一個文化叫大齡剩女，基本上30尾40已經叫剩女咯，真係慘。呢個咁樣嘅名字啊，即係呢個咁樣嘅文化，我冇可能可以贏得過嗰啲年輕廿幾歲。Come on！我終於從過去見證讀書工作很不快樂，到現在非常幸福快樂，感恩這6年跟隨 Angela 實現的完美蛻變。哇！太感謝啦！嗱，所以咧，我想帶起呢個概念咧，好重要嘅就係。你唯一要問自己嘅問題就係呢個係咪我真正渴望得到嘅？真正渴望得到嘅就已經係屬於你。我哋身為華人、中國人，無論邊度嘅中國人，點都會有一個信念啊！你有冇神都好啦，一定相信有來世今生，我話下一生啊！如果我每次轉世一定唔同身體嘅，係咪先？冇可能下一世同依家個身體一樣，或者之前嗰世同依家身體一樣，應該都普遍相信嘅。OK。但係有一樣嘢冇改變係咩啊？靈魂啊，我嘅意識啊，我嘅意識冇改變嘅係咪啊？呢個係我無論換咩身體，我帶落去。我哋每一世嚟轉世嘅目標都係為咗學識點樣創造，為了知道你創造你的世界，為了明白你世界的一切都是你創造出來的。